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讲到这摆的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有150间国内外的品牌来展览。总统蔡英文在致辞的时阵也表示，为了要兼顾经济甲防疫，已经请行政院评估这开放边境的时间表，办令观光客入境。疫情指挥官王必胜下晡也有讲，已经收到这观光局的草案，目前正在讨论。 各种的促销都搭伫单位顶悬，工作人员真亲切，甲来看展的民众介绍上优惠的行程。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伫世博一馆6日展出，透早就吸引不少民众来参观。可能日本、韩国就近的先玩啊。我自己明年过年的日本来回机票已经买了，对，就先赌一把。 虽上，因为世界各国边境陆续解封，甲疫情共存，也让每一间航空旅行社的机票销售拢有成长。因为全球通货膨胀，佮加上油有较贵，所以机票当然也起诚济。个人上介去的日本平均起7成，东南亚嘛起4至5成。有业者用包机方式来降低整体票价。自由行的部分，我们跟一些国内的国际的航空和做这个包机的合作，像我们冲绳自由行。 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我们只要14900，那旅展现场第二人还可以优惠2000。另外，也有业者观察到，最近因为柬埔寨事件影响，互原本真侪人伫问的东南亚自由行业绩人2成。不过，也因为安尼提升去韩国自由行旅游的业绩。日本可能它的入境限制还是有的，所以它还是必须要先申请签证。相对的，就说一样是东北亚，可能在韩国在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比较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不过，即马生活渐渐正常，到底国境什么时阵开放？总统蔡英文伫开幕典礼致辞时阵是讲，即马是上好的时机。在兼顾经济和防疫之下，我已经请我们的行政院仔细的评估开放边境的时程表，同时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适时的来开放我们观光客的入境。 对这代志，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是证实，已经有收到观光局相关指引的草案。不过眼前可能会拄到一波 BA.5 疫情，估计高峰期可能伫9月底、10月初。若做规模唔是真大，会当考虑提早开放。记者综合报道。 当咧评讲要开放边境这个时阵，咱也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2559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26个人，死亡个案有32个。另外新增加4个囡仔重症，今年到今已经有176个囡仔重症咯。另外，咱台湾买头一批 BNT 幼囡仔疫苗，今早起有送127万单到台湾，上近后礼拜6就会当配送到各县市咯。 咱国所买的头一批辉瑞 BNT 幼儿疫苗总算到啊！19礼拜5早起11点外顺利运到通机场，一批拢总有127.600万剂，2027后礼拜6配送到各县市，提供予6个月至4岁细汉囡仔住。27号这个配送哈，那配送到就是各个县市可能当天早上或中午以前都会收得到，好，那所以如果安排得好的话，那 27号就可以开打。新冠本土疫情的部分，19新增加22559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26例，死亡有32例。另外新增加4例儿童重症病例，分别是1例黑骨喘、3例密斯氏。黑骨喘的个案是10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目前也搁咧住院治疗。密斯氏的个案年纪上细汉的是3岁查甫囡仔，好甲再治疗了后，已经治好出院啊。今天的这个累积的密斯氏的个案已经到105位。 然后总计的这个儿童重症数是176名，那其中死亡的个案数仍然维持在27位，没有增加。另外，休热特别结束要开学啊，可能会拄到新一波 BA.5 疫情。指挥中心是讲，教育部已经甲各地教育局达成初步共识，伫开学了后4礼拜，维持一个人确诊全班停课3天的防疫模式。细节的部分，后礼拜1教育部会到指挥中心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进前发生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劳动部的劳金局前组长杨乃文涉嫌指示3间代替操作劳动基金的厂商，用买真侪原动百汇股票，或者咧保家资产公司会当俗价买到原价卖出去，所赚到乌心钱有9亿。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一审宣判杨乃文依照贪污甲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判刑9年，而且爱剃度公款5年。前劳金局投资组长杨乃文，互保家集团请食饭，伊指示伊的下属买远东百汇股票，互保家集团加赚5亿外，去互以证交法操作股价等罪来起诉。一审判决的结果19出来啊。被告杨乃文，他担任劳金局的国内投资组的组长，因恪守职责、戮力从公，他却希望动用保家集团的政经影响力，让自己的官位提升，谋意以劳动基金来去承接保家集团出脱的持股，来支撑股价，有辱官箴，恶行重大。这个劳动基金的弊案是发生在2020年，迄当阵保家公司的执行长董楚烈甲投资主管区主管，找因朋友，也就是劳动部前组长杨乃文，利用这款下过正常的程序，指示3间代操基金的证券商买卖少远东百汇股票，再搁甲股票卖出去套利，互劳动基金损失9千万。这嘛判决出来。一审法官判杨乃文9年的徒刑，剃度公款5年。也若当初咧甲区主管拢互判8年。另外涉嫌犯背信罪，福华投信基金经理人刘建贤互判3年8个月，福华投信投资长曲炳强是互判4年。操纵还有炒作的行为，原百公司的股价从108年的6月19日收盘价18.15元，上涨到109年11月27日的收盘价24.95元，涨幅高达37.47%，远高于同类股的6.25%。事实上，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发生，劳动部提出投资的流程、作业规范、监督管控甲廉政等4大层面，12项强化措施，嘛引进外部的机关改善机制，由金管会加强查核，而且甲查核的资料输入系统进行普查。为去年1月7日开始实施，受到顶半年全球国际市场落价的影响。劳动基金顶半年累计的规模是5兆4010亿，投资亏损是4455亿9千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去到柬埔寨含台商讨论救援机制，国民党立委回来到台湾，而且要带一个受害者回来。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这个被害人是去互高中同学骗出国，目前已经抓到这才拄18岁中人。这个嫌犯表示讲，是伫咧网络顶头熟悉到人口买卖集团的人，甲伊骗讲，这一个人若甲伊骗过去，就当赚到18万。目前警方继续等咧调查。提出到查某囝对话的记录，原来月初去柬埔寨做工课的查某囝，因为防监控，无法度讲出真实的状况，家属特别用族语甲伊对话。是会担心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在那边的情形，虽然他会给我们看他的人是怎么样，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那边的生活啊。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你应该要动用最大的力量，跨部会的小组，积极的抢人。把他们救回来。同村另外一个人21岁后生，嘛伫咧7月前往柬埔寨，但是即马完全失联，家属真烦恼，找面台来斗相共。因为哄骗的人愈来愈多，18号国民党立委甲当地台商联手救援出厝内住伫屏东的单身男子，互伊倒来台湾。而警方清查伊的通联记录，加上监视器的影像，对录出18岁的林姓男子有嫌疑。林姓男子讲，伊是透过手机，甲一名外号叫阿文的男子交朋友。对方讲到柬埔寨做工课真好，希望伊加找台湾人去。因此，伊介绍家己2名同学去，伊嘛会当得到18万块。因此，警方嘛要向上来追查着林抓集团的源头。陈乃元告知家人欲前往台中市工作，未料竟遭诈前往柬埔寨。宜兰警方嘛发现一名男子当作要到国外从事着文书行政的工课，等到柬埔寨方没收到护照，才知影奇怪，透过手机来救援。警方透过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这名男子甲涉嫌中介的嫌犯先伫新北市大饭店了后，才由伊带伊去桃园机场来坐无人机。已经抓到这名嫌犯，专案会按照着人口贩运防制法，佮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王丽婷、明昭权，屏东宜兰报道。
两华局势当日紧张，总统蔡英文进前特别去到海军的苏澳基地勉励官兵，也讲台湾就亲像海军的军舰同款，只要大家共心，就会当克服所有挑战。另外，也发布海军舰艇伫咧东部外海近距离监控中国军舰的影片，也讲到中科院昨暗伫咧台东和屏东也发射无限管的飞弹。有专家认为讲，这应该就是正天型的天宫3飞弹。两花持续对徛，总统蔡英文顶日特别去海军苏澳基地，甲官兵鼓励，面对中国增加军事威胁，蔡总统讲，台湾就亲像海军军舰，加减会拄着防疫，不过只要团结，就会当克服所有的挑战。嘛发布国军主动解放军扰乱的影片，海军舰艇伫咧东部外海，近距离监控解放军飞弹护卫舰武欧号、甲飞弹驱逐舰安永号，沉着应对，将平时扎实的演练的成果展现在面临实际威胁的应处，不仅守护住我们的海疆的安全，也维系了区域的和平与繁荣。这样的表现，我要给予各位最高的肯定和敬意。针对台湾真正传出受到网络攻击，伫咧网络战的前线，蔡总统讲，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发生以来，到中国军演、网络攻击混合战的模式伫咧台湾出现，都是要互民众看甲雾煞煞。所以强化国家治安的联防体系，是政府上界要紧的任务之一。一个火光一直冲起哩，18暗中科院进行飞弹试射，先为三仙台发射8弹，了后屏东九坪发射7次的哪吒飞弹。因为射击上大弹道，无限制关度，引起外界关注，敢是要测试新型的飞弹？那它同时发射2枚。所以就排除了是所谓的以前叫云峰飞弹，后来叫擎天飞弹的可能性。因为那个设计状况看起来是中科院申请，我就猜它应该是天宫3型的增程型。针对解放军下过海角中线常态化，连续几日间有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国防部18侦测到51架中国军机，6架中国军舰，其中有25架中国军机下过海角中线，延伸到西南空域。19个有8架下过海角中线，国军强调讲，拢有严格监控、应用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接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进前伫咧演讲时阵，向北韩表达愿意用经济外交援助来换北韩放弃发展核能武器。不过，19这北韩领导人的小妹金宇正就家拒绝，电到口说尹锡悦的想法是足公的，也强调讲因南北韩是死对头。这个月17是南韩总统尹锡悦就满100天的日子，伊召开记者会，嘛搁一届提出大胆的计划，呼吁北韩只要愿意无核化、放弃核武，南韩会当提供经济、军事甲外交的援助。不过，北韩官方的朝鲜通讯社19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同时阵嘛是今麦朝鲜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的新秘，批评尹锡悦想法是戇到有寸。伫金宇正伫8月7日劳动党大会演说内底，都已经把南韩看作是敌人了。 우리는 그 쓰레기들이 유포시켜놓은 비루스를 깨끗이 박멸하였습니다. 우리는 반드시 강력한 대응을 해야 합니다. 이미 여러 가지 대응안들이 검토되고 있지만 대응도 아주 강력한 법복성 대응을 가해야 합니다. 金宇正伫19的声明表示，北韩永远未接受以经济利益换无核化措施的提案。讲真消息的提案，早伫10月当前，迄阵时的南韩总统李明博都捌讲过，不过北韩已经拒绝。金宇正甚至是要求尹锡悦，若是无话通讲，也是讲废话，不如点点来保持体面。另外嘛，因为南韩甲美国为2日开始要举行11天的联合军演，互金宇正支持南韩改善两国关系成绩，佮讲就是讨厌尹锡悦本人。针对北韩的反应，南韩的统一部伫19表达遗憾佮烦恼。 통일부는 오늘 북한이 무례한 표현으로 우리 대통령을 비난하고 담대한 구상에 호응해 오는 대신 우리의 구상을 왜곡하고 오히려 핵개발 지속 의사를 언급한 데 대해 강한 유감을 표명합니다. 伫尹锡悦就18日迄一天，北韩捌发射2粒飞弹，南韩当局一度认为是伫平安南道的温泉郡发射的。对此，金宇正佮纠正讲是伫平安南道安州市的金城大桥发射的。各是新闻电视同朋友。美国的 Starbucks 响应着西方国家的制裁，撤离着经营15年的罗西亚市场了后，伫咧罗西亚的街头所出现商标、商品甲行销，拢含这 Starbucks 一模一样的性价比。
今日日莫斯科新阿尔巴特车路这间咖啡店，会让人想讲是入去星巴克，内底甲外口规个装潢风格、位上票、餐点、饮料，甚至是店员服务甲态度，全部甲星巴克同款。店名就叫做星咖啡。То ес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передала кувейтскому партнеру право на франшизу в России, и кувейт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развивала этот бренд, под этим брендом свои кофейни. Потом, когда Starbucks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уйти из Росси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у кувейт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больше не было интереса заниматься этим бизнесом без этого бренда.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от всю,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арендную свою карту они продали право. А мы,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выиграли тендер, потому что участников тендера было много. Приобрели ее и сделали свой бренд. Вот и все. 提马蒂是俄罗斯出名的 rap 歌手，共同创立欧星连锁汉堡，卖提马蒂汉堡。伊当时是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真爱普廷。2015年创作一首作品。总统普廷是我上好的朋友。星咖啡是伊甲企业家宾斯基合作的新产品。星巴克伫俄罗斯有130间分店，将近2000个员工。星咖啡的2个股东伫开业记者会里，真有野心的表示，要甲星巴克所有的店用新的身份重新开张，甚至扩大业务。俄乌战争开始了后，国际品牌陆续撤离俄罗斯。俄国市场是开始出现袂少甲新产品商标增加的分身。智慧财产权专家讲，大部分当局会拒绝甲现有的品牌同款，也是正共的商标申请。啊，毋过俄国当局春天时阵通过一个法令，允准企业无需要支付智慧权所有人的任何费用，就会当使用美国、英国无友好国家的专利。俄罗斯国允准水货为美国的胶爽卫生用品到任何品牌的鞋类产品拢同款。这也使得美商可口可乐伫俄罗斯的侵权，也甲组织平行输入的官司有真大困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去刺杀魔鬼视片作者卢西迪的24岁嫌犯马塔，18日伫纽约州出庭，面对家己起控指控谋杀甲攻击罪名，伊拢唔认罪。嫌犯进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竟然讲想袂到这卢西迪还阁活哩。24岁哈迪马塔因为暗杀作家卢西迪和纽约州小偷看准大陪审团起诉了后，18出庭。伊穿着黑白条纹的犯人的衫裤，经由律师搁再拒绝对家己被控的二级谋杀未遂、加二级攻击罪名来认罪。法官是下令继续将马塔关起来，无用的保释有加9月搁再开庭。The way the hate crime statute works in New York State is it serves as an enhancement device so that, let's say a B-level felony can now go up a step.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印度的有英美国籍的作家卢西迪，12在纽约州的一场艺文的演讲，和马塔冲上台，压倒一直甲插直受重伤。马塔当场互抓起来，伊直接接受纽约邮报访问，知影卢西迪互伊插这些刀也活掉咧，感觉惊疑。卢西迪1988年出版的个人第4本的小说《魔鬼视片》，开设模范不了先帝神明，和真侪伊斯兰国家列入禁册。伊让当时的领导人霍梅尼颁布对杀伊的教令法特瓦，要激进的团体提出真悬的赏金要伊的命。卢西迪从此流亡英美罪年，而马塔伫美国出世大汉，相亲来自黎巴嫩，也对纽约邮报表示家己无介意卢西迪，因为伊恶意攻击伊斯兰教。虽然魔鬼视片家己敢若看过，本来也袂意。马塔也讲家己尊重霍梅尼，也过无表明家己是毋是甲伊朗革命卫队有接触。伊朗外交部也否认甲本案有任何关联。马塔律师要求法官阻止媒体搁再接触马塔，以免对这个官司不利。检察官是表示，伊受访时所讲的话，拢会当作法庭的口供甲证据。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最近伫网络顶头有一段芬兰总理马林伫咧跳舞的影片。芬兰的反对党怀疑讲这总理是有食毒，要求伊着来检验。马林是真不满，认为讲这私人影片去互公开，伊也强调讲伊绝对无食毒品。就是这段被公开伫咧社群媒体影片，芬兰总理马林甲一名芬兰的名流伫咧共欢跳舞。马林讲，迄当阵伊知影有伫咧录影，也毋过讲伊无食毒。律团讲，还佫有其他影片，马林是讲伊并无被勒索，并且强调这款影片无应该被公开。Nämä videot on yksityisiä, ne on kuvattu yksityisissä tiloissa. Olen harmissani siitä, että nämä ovat levinneet julkisuuteen. Kyse on ollut siitä, että olen ollut viettämässä kavereiden kanssa iltaa, juhlinut railakkaastikin kyllä, tanssinut ja laulanut. Käytettiinkö näissä tilanteissa päihteitä? Alkoholia kyllä. Ei huumeita.
No ei ainakaan minun tietääkseni. Näillä videoilla puhutaan jauhojengistä. Osaatteko kertoa, mikä se on? En osaa kertoa, en tiedä siitä mitään. 極右派反對黨領袖普拉希望馬林會當接受藥檢。馬林嘅聯合政府中間黨國會議員凱爾納也講，馬林主動接受藥檢這是正確嘅代誌。馬林對此態度正開放。Minulla ei ole mitään salattavaa, en ole käyttänyt huumeita eikä sikäli ole mikään ongelma mennä testeihinkään, mutta 今年36歲馬林是世界上上少年嘅領袖之一。在咧處理新冠病毒以前，一個對俄羅斯採取強硬立場，正受刺激。不過，這款影片已經讓馬林嘅形象受到正大傷害。但是，也有人認為，伊在咧私人嘅時間開 party 並無唔對。在咧過去，伊對家己定定參加 party 也正坦白，也定定被協調去參加音樂節。去年，伊因為在咧夜總會，甲一位確診嘅病人有密切嘅接觸，了後出面道歉。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常常聽人伫咧講健康食百里，這是有可能的哦。台灣民眾愈來愈長歲數啊，內政部公布81年平均歲數是80.86歲，其中查甫是77.67歲，查某是84.25歲。這查甫的平均歲數攏增加，其中台北地區是較長歲數，那往南者就較艱掛。手小出門者渡邊正平海海，袂少濟歲人來公園運動。台灣今日高齡化社會，安怎活了久，佮活了好，民眾有撇步。我早回啊，就海海行行。饮食是我女兒會教我吃一些健康餐，吃清淡一點。大部分的民眾認為飲食運動甲健康有真大關係。根據內政部公布的110年簡約性命表，國人平均壽命是80.86歲，其中男性77.67歲，女性84.25歲。男女平均壽命是0年來第二懸水準。為6都分布來看，以台北市84.17歲上長歲數，而且為北往南歲數有較減少的情況。其實男生跟女生的比較來看的話，他的所謂的心血管疾病或是慢性病發生的幾率會高於女性。那其實高過大概是2倍到3倍左右。一寡濟歲人希望健康享受退休生活，按各國件數上新的調查發現，54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將近80%至少遇到一種慢性病，到65歲以上將近70%有2項以上的慢性病。國件數是講，國人10大死亡原因超過一半跟慢性病有關係。其實我們也發現說，其實在社會越文明的時候，這些慢性病都會佔據10大死亡原因的前幾位。飲食的控制、運動，還有疾病的預防，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醫師也進一步提醒，健康檢查的重要性，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慢性病患者一定要遵照醫師的吩咐，更加重要就是飲食控制、運動、調整生活形態。記者綜合報道。對於明年元旦開始摕到外國學位的民眾，攏愛先通過教育部的學歷證書，才會當去考醫生的國家考試。不過，立法院進前3讀通過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內面有一項附帶決議，講今年年底進前呢，若摕到這個立學許可，未來就會當便進行教育部的學歷證書。要去考醫生在咧質疑講，這是為着特定人士所開的法律空隙。再去台灣去考醫生學生聯合會也開記者會來表達抗議。學歷把關要守住，實習名額不偷渡。全台灣8大去考系所，台灣去考學生聯合會代表甲醫界人士，拜5早起召開記者會，抗議立法院頂一日3讀通過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閣掛7項附帶決議，其中第7項落入條款，批准今年年底進前摕到海外9大地區去考系入學許可的人，會當免考教育部學歷證書。原本是替有海外學歷返來台灣開業的人開後尾門。過去曾有案例是高中1或2年級的學生，家長因為擔心他在隔年學測或指考無法考取國內哪一學系，因此先行購買國外的學士學位，以便日後申請學士後牙醫學系就讀。另外，根據統計，海外學歷去考系學生每一年回國的人數差不多是600個，國內每一年去考系錄取的名額敢若有400個。醫界人士嘛煩惱講，若是大幅度放定海外去考系學生返來台灣實習，唔但影響國內學生的受教權，也影響教學的品質。一下子大幅開放國外學歷者實習，就會造成教學現場能量不足，實習品質一定會低落。修法之後的話，這一條路大概已經大部分是擋掉，所以
至少意思就是说，他们还是要经过教育部的学历甄试，才能够来进入去参加国考。针对这点，卫福部强调讲，立法院附带决议主要是针对伫修法进程已经回国通过医师国家考试第一阶段，因为实施名额的限制，地师要等几啊年，无法度完成实施的要求，来影响参加国家考试第二阶段考生的权益，所以提出这个解决的方案。目前还阁伫咧听各界意见研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NCC 当咧研究所谓中介服务法草案，要求平台业者就要管制违法内容，却引起专家学者和平台业者伫咧烦恼，是因为有真侪层面是技术和实际无度做较到的，毋若安尼生，还阁限制言论自由记录。所谓产业相关协会就发表联合声明，希望政府就要三思，毋通雄雄公公就来施行。NCC 也伫暗头仔宣布，先暂停2个月草案公听会，会先检讨草案的品质了后，再来做对外沟通。伫社群媒体发言，也是网络顶买物件、看影片、耍游戏，所谓中介服务会当讲逐项有。NCC 拟定所谓中介服务法，搁办理真侪场说明会。不过有平台业者认为草案当中未少规范，实务上真歹做到到。对于纳管非商业的平台，例如 PTT 这样的很诡异因为整部法的规制对象明显就是设定在公司法人，一旦指定的 PTT 为指定平台，就跟命令 PTT 关站是相去不远的。每一个的数位的事业的发展，其实状况不太一样。那这样是不是能够一体适用？法令一定下去，其实本土的业者法遵成本会增加很多，可是你还是一样管不到所谓的这个境外的平台。所谓产业相关协会指出，不少业者当时有通讯商务社群无共业务，无法度用一法包含全部，建议渐慢施行。若是草案内底服务提供者定做的规范纳入关系人意见的时阵，必须有政府机关代表，这互人烦恼言论自由是不是会受到限制？业者一定会面临到一大堆难以判定是否违法的检举案，我们最后只会选择一律删除，以求免责。这个对台湾的网络言论自由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危害。目前除了中国有这么严格言论管制以外，其他国家并没有介入到这么深的言论管制。比较好的点呢，就是说要求平台问责，中介法问题还出在就是说政府权力不应该因为这样子的无限扩张。言论自由是我们坚持的价值，怎么样子才能做到最好？需要各方多沟通。行政院苏贞昌指出，而且相关部会进行沟通，大家拢接受，再继续执行。NCC 也将办25个草案公听会，会先进行检讨，提升草案品质了后，再来对外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来台湾地正赞内行的拢要啉台湾茶，不过屏东的检警有掠到一个茶行，甲这越南茶米假做是台湾茶配互民众。另外，进前伫台南也掠到一间甲外国茶米男做伙配的情形。专家表示讲，这茶米外观是真歹分辨是越南还是台湾的，就爱刨开对这旁开去判断。也呼吁民众讲，这来路不明的茶米千万唔通乱买。开封甲未开封的茶米拢打着封条，这当9600公斤的越南茶米，互屏东检警查到，互4黄的主嫌甲3名员工肯定外包装标示产地是台湾的茶了后，加做台湾的茶卖出去。均标示宣称为台湾中央山脉特选，标示产地为台湾，将进口大包装越南茶叶分装至上开分装袋内。台南地进前也查到南茶情形，茶厂负责人以7比3的比例，买来每公斤200到300块的越南茶米，参入每公斤500到750块的台湾茶米。经由做茶技术以价来乱真，加做台湾高山茶，卖互中国甲台湾的消费者甲茶行，4年来不法的获利超过1亿。左手拿的是台湾的茶叶，但是其实从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台湾茶甲境外茶，敢若外观无法度看出来。后头厝3代做茶的茶行负责人讲，只是因为越南做茶技术大部分是台湾人教的，外观甲台湾茶差不多有90%真同，只有泡了后茶香甲口感啉起来才分得出来。他们的气候、土质、纬度不同，所做好的物件虽然相像，但是食起来就不同。我做起来成本爱2000块，啊你揽落你成本剩1200块，我要卖3000就足歹卖啊！啊你卖3000，你就赚1000几啊呢？
专家建议民众买的时阵，唔通选来路不明，也是介绍比行情较低地米。另外，农委会也推动国产茶溯源的制度，正式实施了后，产地标示为台湾的，必须搁再提供产品对数的调配，产销的理了解，尤其票涨价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投诉讲，苗栗有2个警察在是巡逻的时阵，看到一个身心障碍阿公，就用广播甲放送，佮对这个阿公画口号。警察佮把这个影片呢翕起来，铺上网络，真侪网友是看了真生气。通宵分局表示，甲这2个警察下面的主管，拢会记过处分。警察驶着巡逻车经过阿伯身躯边，竟然甲警车广播机拍开，对这个阿伯画口令。警察哪驶车哪录影边啊，查某警察是笑甲嘎嘎叫。时间是14早起5点，警察一个苗栗万里市区巡逻的时阵，用广播器戏弄这个老阿伯。驶警察车姓张的警察，佮甲画面打到个人 IG， 去互网友分享了后，再去互警察要求爱摕落来。警方他不一定要用警车的广播方式去，我觉得有时候会可能吓到老人家。行为要再改进，然后他事后又发 IG 这样子。再度2次伤害。民众表示，这个老阿伯是身心障碍者，常常在附近散步。不过，警察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第2界伤害。警方除了出面会师咧，也强调会处罚这个戏弄老阿伯警察。本分局向各位民众、家属及社会大众致歉。本局对于远景不当行为部分，已交由督察组查处，从重记过处分。分局将在加强远景执勤态度行为之教育及宣导。通宵分局表示，警察的行为确实无妥当，2名警察除了记过调职，主管也连带受处分。另外，分局也针对环境特勤态度和行为加强教育宣导，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草屯的99峰动物乐园，今仔日正式对外营运咯。因讲家己是亚洲上大用鸟类做主题动物园，不过南投六国已经有一个红国鸟园啊，敢会造成竞争力？负责营运的区合博物馆表示，因为人客甲功能无同，免烦恼这个问题。今日天邦看鸟的所在，宏观鸟甲游客挖真群，规群的红鹤看起来有真侪只。南投草屯的99峰动物乐园19正式来开幕营运。这个号称是亚洲上大的鸟类主题动物园，20公顷园区即阵完成头一期，收集60种的鸟类，数量有500只，吸引真侪民众来佚佗。这个位置又不会说离市区太远，我觉得就是蛮适合开车带小朋友来。最接近的大自然的样貌。让这些动物也好，鸟类也好，可以在里面展现它自己的本能。讲到欣赏鸟啊，未少人会想到南投六角的红国鸟仔园，不过即阵营运已经40年啊，园区设施是相对老旧。负责营运的科博馆每年提拨1800万。地方烦恼讲，99峰动物乐园开播了后，红国鸟园更加无人来，科博馆表示袂烦恼。经营的模式上面，还有在客群方面，其实不太相同，所以呢，我们在未来的营运上呢，我们不会做很明显的调整，我们还是会去加强跟旅客的服务啊。科博馆表示，红国鸟园知名度有够，加上客栈无同，来客数甲疫情进前来比较，成长2成左右。入园的门票方面，红国鸟园全票是50块，这个99峰是560块，有明显介绍优势。或者是建议应该更加强化各自的功能性。纯粹看跟纯粹能互动的这一个体验感受上是不一样的。学者表示，红国鸟园主要是教育功能，除了加强调互动的99峰动物乐园来区分，也是加强周边景点的串联结盟，互两园区呈现互补，因为南投观光搁再加分。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满洲前13仔因为电视剧《斯卡罗》受到真侪游客欢迎，最近公所训练一批社区导览员，要来推出着文化小旅行，希望游客来到满洲，唔来当看到美丽风景，也当了解在地历史文化。伫咧屏东满洲，因为澎湃自然美景，最近是愈来愈侪游客造访。各社区按在地特色安排旅游行程，恬静旷快山光美景，佮加上前一站电视剧《斯卡罗》加持，互侪民众拢小侪来到南宁溪，要来探传说当中美丽景地。觉得来这边很舒服，然后我们是看那个 Google 上面
有评论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来了。因为恒春垦丁平常就比较常去啊，这边比较少来，我们都住在市区，比较少接近这种比较大自然的感觉，还蛮舒服的。为着要迎接这波观光热潮，乡公所嘛开始整顿交通，赶工分跨车路，修整硬体设备，另外也新培训社区导览员，规划文化观光活动，望提供游客更加舒适的观光环境，唔会当来这佚佗，嘛会当了解到在地部落的历史。这个道路拓宽之后，我相信可以带动整个满洲乡的产业发展。最近我们满洲乡公所结合了专家学者，在办一个有关恒春半岛18番社原住民的历史文化的一些寻根的一个活动。那除了在自然生态的这个观光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从历史深度的角度来彻底去发现这块土地的历史。公所表示，过来望透过文化论坛的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来甲部落居民交流，继续规划出多元的文化小旅行。未来游客若来到满洲，唔会当享受到原始自然的生态环境，嘛通感受到满洲澎湃文化甲历史。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绿岛游客是吵，绿岛也是台东少数人口无减少、颠倒增加的所在。在地台东自然人文协会长期关心绿岛的环境甲文化保存，最近协会也增加真侪对台湾过去少年家啊，做伙来参与到绿岛的事务。明仔载暗时4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帮，要带乡亲来到绿岛，看这阵少年人伫绿岛的故事。观光产业发达，带来惊人的经济效益，嘛因为安尼改变绿岛原本的生态。为着要改善这种状况，定军伫遮要20年的台东县自然与人文学会办理生态调查，培育相关人才，以环境永续发展和文化传承做目标，推广正确的保育观念。囝细仔甲女婿正前阮的前辈，因拢有咧做过调查，阮就为遮开始家己去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一回事啦。阮搁较主要是希望透过经营这个活动，会让互遮搁做在地居民，甲这个生命有搁较多连接。现此时，温室气体排放是愈来愈严重。台湾嘛准备伫咧2024年征收碳费。4年前，学会摕到全球首例旅行碳标签认证。不过，疫情改变旅游业的生态。今年，学会针对现有的生态人文旅程，联合在地店家，定性做碳卡利的计算。因为讲阮伫绿岛太久啊，大家拢是朋友，大家这20年来，大家嘛知影钱爱赚，环境嘛爱顾，所以讲大家有这个观念的前提。阮来做这个代志，做一些。今年6月底，台东县自然与人文学会摕到国家环境教育奖优等奖，所做的代志受到社会各界肯定。伫咧学会工作参与活动的人，无一定是绿岛的在地人，却因为有共同的理念来打拼，将绿岛打造做低碳都市，望伊愈来愈好。记者吴定武、黄文良台东报道。新竹市甲国民健康署举办社区阿公阿嬷的健康竞赛，有超过265岁以上的老大人来比赛，甚至有106岁阿公也有来哦，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舞台顶的时代会所加起来1000多岁，游玩拼势来表演，大家人拢真好笑神，除了跳舞，佮拍鼓，其中这个阿公106岁啊。顶前的模样，大家拢真配合。爱国就中，对，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全力以赴，每天就为了要练习，所以呢，好像所有的病痛也没有了。心情轻松快乐，每天都笑嘻嘻。国民健康署甲新竹市最近办健康竞赛，赢的人可以当去参加全国比赛，鼓励时代组队行出社区。多元学习，做伙运动。我的目的是希望长辈多走出户外，
多多的运动，然后接触人群。除了办比赛，还有免费的课程，甲固定的身体检查，希望时代欢喜过日，大家拢是留空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服务更较侪失智的时代甲家庭，有民间基金会开6年时间募款，去失智照护家园，按算9月要开始服务，打造失智友善的社区环境。会当新港的菜图甲刀啊，方便行动无方便的时代使用。环境内天棚阁有几道，会当协助时代安全来洗身躯。接近700外平作用的失智照顾家园，会当照顾64位失智时代。希望透过科技的导入，还有照顾辅具的导入，让我们的台湾的照护，未来不是只是单纯使用人力照护而已，而是一个新的一个示范。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让我爸爸能恢复尊严，有尊严，而且在这边有得到比我们家人更好的照顾。开了当修正路线的失智照顾家园，是中南部目前上大间的失智型社区照顾园区，除了有日时甲透工的照顾。楼顶阁有开放予社区的空间，希望打造失智友善的社区环境。因为我们南潭里这边的话也没有活动中心哈，家务那边可以开放公共空间给我们，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一个地方。严重的失智症者，那造成家里照顾者的一个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也会鼓励这个团体家屋这一类的。这种社区型的照顾。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表示，这个失智照顾家园，按算9月就要开始来正式服务，希望用生活就是福建的照顾方式，照顾失智时代甲因的家庭。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高雄维武营10月底要推出甲比利时合作的大型歌剧《唐卡洛》，也因为这服装布景拢爱制作，而且当着疫情或者筹备的过程是真困难。维武营也希望讲，这寡大型演出，互观众回来到剧场进行基本表演。用广笑娘春秋国记录准备修改，这摆古装戏服是10月底特别伫高雄维武营举行的威尔第歌剧《唐卡洛》内底贵族服装。这出由台湾甲比利时跨国共同制作，全古装歌剧，道具布景真大场，佮讲究，干服装都有将近300套。我们要做服装的修改和 fitting 的部分，就是这比较考验大家，就是我们服管的功力，对，就是要怎么把它修到比较合适亚洲人，就是台湾人的尺寸，然后同时也不会让服装原本的形态去跑偏。唐卡洛是伫讲西班牙王子唐卡洛甲伊爸爸后母顶人的恋情甲皇室斗争。维武营甲比利时烈日皇家歌剧院伫筹备期间拄着疫情，导演甲剧院总监马佐尼斯不幸伫去年初确诊过身。好佳在双方也是克服疫情的障碍，推出意大利语的唐卡洛，这是台湾第15年后佫演出全古装歌剧。无论是场馆还有表演团队，大家都受到影响。对，那我们这个只是做一个必要，本来当然是有想好说今年要做这个，今年做这个，跟谁去合作，但是你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延再延，所以你就被迫必须要取消或是延期。这2年疫情，互一寡艺文演出被迫取消。即摆疫情转好，维武营趁机会上演大戏出的大歌剧，佮邀请国内将近290个剧场工作甲表演者共同合作。除了想要走向专注做歌剧的目标，也希望观众会当倒转来重新支持艺文表演。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关心教育部平等的非营利组织举办展览，透过故事，希望大家关心到这个议题，也呼吁有梦想的少年家提出行动，做伙成做解决教育部平等的一份子。就是小孩子他们现在他们家是自己一栋独立的伫立在深山里面，他们周边没有同侪，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接收到太多的文化资源的刺激，所以导致他们会有文化刺激不力的迟缓问题。伫花莲偏乡担任国学1年的导师廖朴竹，愿意加入偏乡成做教育工作者，是因为家己成长的经验。因为可能是自己的家境，或者是我的学历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受限了。我就很希望我可以带给这些孩子的是，让他们也知道说，他们可以突破他们环境的限制，去做他们想做的选择。廖朴竹是非营利组织 Teach for Taiwan 送去偏乡的教师之一。Teach for Taiwan 关心教育部平等的议题，希望招募有热情的少年家，做伙成做解决教育部平等的一份子。阮每一个人拢有读册，啊，每一个人拢有受过
教育。所以，阮就感觉讲，教育这件代志，其实是你唔管你是啥物身份，做啥物工课的人，拢会使做伙一起来关心的。Teach for Taiwan 为19到21日上山文创园区举办展览，知青专员欧冠定表示，办这个展览是因为因发现真侪人想要投入这个议题，拢会想过头。伫关心这个教育这个问题的时阵，因就做侪，也毋过，就感觉也毋过，这件代志敢若探无做侪敢若做辛苦的。所以，阮就会办这个展览叫做“可视再治所”。Teach for Taiwan 的展览内底有真侪投入偏向教育的老师的故事，希望大家莫互也毋过拔掉咧，勇敢对望。记者林书豪、谢桂林特别报道。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最近发生几落场野火，这天气大热，阁有风在咧吹，这野火一声就烧过片，真侪人是走袂赴不幸往生。上严重的塔里夫地区呢，当地有一间野生动物园，去互野火围起来，甚至有囡仔烧死伫咧巴士内面。刚仔烧大火，瓦棍徛街，高烟也甲规个天顶拢炸掉咧。另外一边大火已经炭烧到道路边，人车无到瓦棍。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拜沙爆发最惨的野火，由气候真大暑加上风势真透，火势一直炭烧到一间野生动物园。为少囡仔参观动物园时，互大火包围，赶紧坐车要撤离，也是慢一步袂好走。سابقة طرشق بها من الباس في طريق النار كلتها ما قفلت بها من الطريق ما يكون حيروح ما يكون حيهرب وما عندهم وين حيروح هاي تشوفها هبطة هاي كبيرة جاك تشوف الدنيا شعلة بارتو دور من شعلة نار بارتو نصها دراري صغار دراري مساكن ميتين كيما دراري صغار ميتين حاضنين بعضهم 受灾上严重的塔里夫地区，最近的气温达到-48度，一度出现黑光烈火现象。瓦棍徛街甲平原所在，当地政府赶紧来撤离民众，也毋过火炭烧伤紧，真侪人伫走出来中途也是不幸休息。这种位置已经知影至少有3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受灾民众批评政府救援上班，才造成几20人互野火烧死的悲剧。 واحد مشانا اخويا لا بومبي لا حمايه مدنيه واحد مشانا احنا الخدامه بعد اللي قاعدين يخرجوا في الناس والو واحد مشانا غير احنا والله يرحم واحد مات معانا مسكين خدام مات في الرومبوا هذيك الجدرميه مسكين شاعل بيت طنوا بيه المات 即阵医院有25万所在野火伫炭烧，有人批评阿尔及利亚去年8爆发大规模野火，造成上100人死亡。当时因为消防飞机报告拍火真慢，今年野火搁再发生，政府也是准备不足。阿尔及利亚政府是表示，向俄国组织的水轰炸机暂时故障，20架发动来使用。即阵已经先派出上千名的消防员甲消防直升机来抢救。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英国的巴斯有巨石丁，这是世界通有名的。不过事实上，伫咧西班牙也有类似的危机哦。今年受到这欧洲热流所引起的可汗，伫西班牙的巴尔卡尼亚水库，这水位也落真济，也互西元前5000年的西班牙巨石丁重新出现伫正人的目睭前。为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几十块真大层的石头交叉伫土骹，规定摆做那圆形的共款，看落是真壮观。 这石头是伫咧西班牙卡塞雷斯省的巴尔卡尼亚水库，长久以来拢伫水底。今年因为受到欧洲小影的影响，也佫有可汗，水库的欠水量敢若剩28趴，所以这石头才会佫一届出现。这年来，当地历史协会甲旅游业者拢伫提倡讲，希望把这石头锁去博物馆，或者是水面上互参观。这届发现，伊是感觉真欢喜。 Es una sorpresa porque es una oportunidad única de volver a valorar un sitio que no se había valorado en su justa medida, primero hacía 100 años y después de una manera muy parcial y muy rápida. 不过对当地农民来讲，这不是一个值得欢喜的现象。根据自然地球科学发表的研究，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西班牙部分的地区拄等千多年来上届食来可汗的情形。农民讲，因为降雨量严重不足，井绳啊水嘛无够啉，农作物袂大嘛袂生。 地书修行嘛真歹。Estos calores no son normales y tanto tiempo sin llover tampoco。这顶真大片的石头，官方的名叫做瓜达帕拉尔石墓。1926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发现的，推测会当追溯到西元前5000年。1963年，伫咧前独裁者佛朗哥统治的期间，这石头因为农村发展的计划转互水淹去，了后敢若出现过4届。公视新闻王雅芳编译。 明仔天气是好还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
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